他的信念就是我们阿公传下来的，就是一代一代给他传下去呀。以前总在清晨4点就开工，像糖果形状的果仔干要炸成蓬松的米果，一定要3个锅，一锅冷油浸泡，另一锅热油煮沸，然后不断地用冷热油调整控温，要慢慢把它包，不能一次就碰起啊。在热锅边不断重复同样的动作，只为了让米果口感更好。膨胀的米果再以热油炸到金黄色才大功告成。曾有人拜师学艺，1天就待不住。林玉群回想，小时候他也是连闪带跑，不愿意学，直到父亲罹患癌症，依旧不肯休息，他才惊觉这不只是事业。你生病都还想再做，就放不下。好啊，那你把它教我好了。父亲坚持一定要留住传统做法，炸好的米果用筷子一个个裹上麦芽，再沾附花生粉，1天只能做几公斤，把人都做怕了。林玉群和妈妈后来调整器具，增加产量，也加了机器帮忙。唯独搅拌麦芽的铲子，从阿公时代用到现在。想要去做白铁的就没有纪念性的啦。就像沾了麦芽的花生，结成团得过筛淘汰，其实也是好东西，比外面的麦芽糖好吃啊。4代相传的花生酪，入口松脆，略带弹性，风味浓郁。除了留住几10年的老主顾，也逐渐征服年轻人的嘴。听说你嫁在这个家庭之前，也不太吃这花生酪。对，不喜欢。那现在超爱，也系做纯的柳橙肉是给你吃。啊，要黑做纯跟柳橙肉是给你吃，这是祖传的保留古早味。我是做到后面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，是做了大概2、3年之后，那些客人说，不错，跟你爸爸有一点差不多。历经挣扎才接棒的第4代，从辛苦当中体会，爸爸所要传承的不只是一种美好的味道，还有一贯的坚持和毅力。要黑做纯跟柳橙肉是给你吃，要黑做纯跟柳橙肉是给你吃。